台南市教育局推出一个补课新旧活土的平台，要鼓励学生加看一寡册哦。也毋过却发现讲注音有真侪错误。教育局是指出讲，其实本地是无提供注音，是使用一种软体哦，伊就会自动标示注音，才会产生这么侪错误。未来请人一字一字来检查。像这个就是星球人粮，它就变成二声了，就对了。甲台南市教育局推广的补课新旧活图平台拍互开，原本要互各小1、2年使用的注音，却出现真侪儿童错误的状况。把帽子还给我，把帽子还给我。局长啊，这样唔对，他连这人咧凊彩找着，甲咱找一堆这种拼音错的。多人议员拢伫议事厅质疑，教育局推广的活图平台，竟然伫注音的部分，互人抓到真侪错误。针对这件代志，教育局解说，补课新旧顶悬的题目原底是无注音，不过为了服务1、2年的学生，才使用软体甲注音写起来。有一寡字是共字无共音，系统才会顶打起，会个进一步改善，无淨会甲注音的公正性落低。有缺失的情况之下，有瑕疵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即使就先暂时下架，然后由我们的团队呢做幕后呢，再去做这一个校正之后，整个正确无误再整个上传。有学校讲，基本上拢是高年级的学生带年会较细囡仔学习。不过台南市政府提供的补课新旧，过去伫疫情期间真受欢迎。这摆所出现注音错误，就连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强调，这种错误无应该发生。在课堂上这边操作的时候，他如果遇到注音符号有问题的时候，他确实是会来问。那我们当然做老师就是一定会帮孩子做解答。老师指派给小朋友的回家功课，是不是小朋友完成之后，隔天到学校，老师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把这些不可星球的东西再重新练习一遍？有真侪学生想要伫这个平台借册，不过却出现借袂到的状况。市府强调会增加实体册，那注音的功能会升到价，但系统改善了后才去提供，避免学生学到错误的内容。记者文正兴台南报道。